各位观众朋友，大家好，我是宋景娥，欢迎收看下礼拜嘅客家新闻杂志。看准呢，财政府要推动到2025年天然气发电就有到50%，民营电厂分管就计划要提新组建关系镇去天然气电厂，地方嘅乡亲就受骗呢会影响环境生态，该反对发现反分管电厂连锁运动。关系乡亲就讲，全台湾10座火力发电厂冇脱离关系镇内，要爱去天然气，根本就唔合乎比例原则。韩国小电厂要为天然气，连等也会有第三处，也只个就会有贵大嘅电厂，唔但将会同关系安装到位地理环境做咩嘢，一路以来就有从树乡嘅好名声，没话冇嘢。我就知道你不要盖。我的污染，你本行虽然虽然把工也要必修时下呢，人家先生呢，拜托。老连长拿定强，佢虔诚地摆脱宣言报告，保庇地方，因为就睇报告没有当过各个位素材，就系分管天厂基天体。连长少系讲天厂运作，生成的冷却水，佢可能会排到总嘅渡口，影响采体嘅水质。主要你当过有嘛喺工厂嘛嘅排水喺两条桥出啦，你唔嗌兩邊喺全部按過就話，嗌兩邊較大啊，嗬，嗰啲水啊，全部排到兩邊出，啊，會影響喺贮存啦。老連長會按照係因為關係有好山好水，能出產嚟到安裝地位農產品，尤其係採地休閒農業按發展，本年以隻高質嘅同埋多葉、草莓葉引來引導。因為關係咧好山好水啊，水也強，空氣也好，所以當到觀光客當來呢啲關係咧齊過啊。一件睇太同理嘅觀光高業，專業方面做整體溫室都好無限等治理同埋多。倘到家鄉可能要係在過去天然氣天廠，而規模介紹嚟講，唔但搶關少水嘅問題，還俾農民可能都愛使太錢去溫室來防空氣污染。有工廠以前會排放冇共量嘅人啊，跟住田會影響農作物，冇講農作物，你嚟呼吸都會有受到當大影響咯。冇講咧基本嘅農作物，係東西如果佢灰塵背到你一入當個，它的光合作用是冇咁好啊，啲田有影響啊。影響當台咩講冇影響啊！香港開業茶葉離分管天廠基天體搶100工廠，而退伍過後開始種茶、做茶、賣茶。30年來，睇家鄉田貼嘅工業咧。而就講天窗來嘢，唔但將生活環境受到破壞，連空氣咪會受到影響。我到離了天窗哦，上個8個工廠嘅，哦，你來到了位，其實哦佢確定會影響到你最簡單咯，叫水啊，叫打千江，你哋原本嚟就講嚟講，確定會變冇水體啊，係咪？韓國你噪音都污染到我哋。哦，空氣又唔好，你要長久之後哦，你還繼續發改命哦。東平25年，目前有差唔多30人戶，為到40戶，人口有153以上。200宏觀電廠，等下我後邊離冇100公尺，唔像2位嘅大人做得冇，佢係揾自己嘅人來排出來，跟下你就用格山咯。由日本廠商延豐集團投資嘅分管天廠，2006年申請提新竹關西鎮東平里嘅煤炭工業區設置，有7.1公頃案發，要用天然氣來發電。佢世界計劃特點鐘發電容量係80萬千瓦，2007年通過翻篇，下後建議10期建成，發電容量提高到特點鐘94萬千瓦，提出頭一擺環境影響差異分析報告，喺2016年通過。去年因為總有供氣唔辣，國務將下修特點鐘最大發電量係54萬千瓦，也國務將第二擺提出反查報告送到環保署審查。
3年内专案小组开会开业上摆，关系乡亲能注意到韩国提出反对，各所环保署环评委员要求业者布置，加强同地方乡亲沟通，各所能为有压下反分管连署运动。那现场联署了吗？联署了吗？联署过就不用了哈，不要啊，去那边。关心人无爱无落，爱保护家乡环境，做唔得，嘛嘅就唔做。一旦发起联署，用实际行动，表態一旦改變韓國反對嘅心聲。福山縣人談到講，宏觀電廠我來開始運作咧，我哋想地嘅事情，關鍵全部地，環保局也地，大地咧周遭所有咧幾公里嘅老百姓全地，未影響到乜嘅嚴重嘅傷途，大家唔地。我想这样对关西的乡亲来说非常的不公平，因为你要盖一个电厂这么大的事情，而且它是一个影响是很长很久远。那关西的乡亲有知道的权利，那很显然他的这个公听会说明会都不足。事业单位在当地开环评说明会，它会有需要按照环评法的相关规定通知当地所有的一些乡亲、民意代表等等来参加他们的说明会。那假如他们这个中间有疏漏或者有做的不完整的部分，那他的说明会可能就不能算是一个完整的说明会。从来没有想跟你们良性互动，从来没有。以前不是朋友，以後也不會是朋友啊！歡迎。業者被到釋出善意，盼交通順免費，為200個鄉親到現場關心，唔顧雙方無共識，交通費天面講到無分期散費。地方嘅鄉親談到天廠或案件，就係因為關係正好已經有一處新頭天廠。要按理也歡迎家離新頭天廠就行唔順區，唔過見到安保失調，起碼處就會關到秘密，那唔會本天廠嘅吵鬧聲吵到。他沒有放棄的時候就沒有那麼大，他一放棄，轟轟轟轟，像人家什麼不逢採用啊。買了就按個氣密倉吼，就是較漲得，唔是吼動態上了，根本算唔得了。哎呀，他應該有受害者要回饋的，我們受害者有沒有得到什麼樣回饋的東西？以前都長頭天較為啦，你下都講吼，禮拜日、拜六。佢上班就飆嘅死啊，飆出來出天朝啦，破好個天朝啦。就睇新頭天廠隔壁嘅休閒農場附近人了解見，韓國遠唔係嚴嘛，天廠暗潮又有空氣污染，影響到佢做生意。我哋開放不用到錄音，最近噪音影響啊生意非常大。我哋會根據新竹縣環保局的標準，20條係60分貝，阿木頭55，但是往往我哋就有60、70，所以今日可能天下加熱，天下其他降載哦，我睇非常清楚。了解見睇農場導航種嘅長菜，見到採農戶就會受到天廠排出來嘅受氣影響，使至到菜葉又糟又黃，一到寄出去就有反應高。耐磨啊，小蝦米是剁不了大鯨魚啊，哎呀，對反正沒磨哈。我下抗議出問題，副本我本環保署，新竹縣環保局，他用環保局。他們委託新竹縣環保局也留來，驗出來，佢出去後邊再加監測半個鐘頭，出來測100年啦，就冇啊，所以他們也在糊弄啦。那環保局來每次都合乎標準啊，我們能怎樣？所以我們百姓很可憐啊，像魚肉一樣，隨便人剁，隨便人砍啊。求助我們找誰？有人本來幫我們，結果到最後還是不了了之啊。他說一切都合法，我們也沒有辦法。假如現況鄉親有發現任何異狀，我們是可以到現場去做另外的一個現場的一個採樣，來確認他當時的一個狀況是不是符合現有的法規標準。由新頭天廠安定人為安定人家嘅利益，關心人強度強勢嘅，實在無法度再個接受，還會有第二處火力發電廠。
全台湾只有10座火力发电厂，那为什么在我关西镇就要有2座的火力发电厂？到底符不符合所谓的比例原则？所以爱尺度，都该关系有去停一只天窗，还没欺负爱的关系人啊！我们关西人难道就是2等公民吗？天然气电厂一定要有气，里面有气的话就不能盖天然气厂。中油的天然气在台山县的那个龙潭那个地方有个配气站，新桃的气也是从那边来。那我们未来的气，供气也是从龙潭配气站过来。那我们苏天县目前规划到龙潭变电所，大概只有3公里，大概9到10座的铁塔，影响是小的。是因为这样的多方面的考量之后，才选择落脚在关西。关系在国家一抽天窗，今年囤环境那也好下，吵闹上囤污染，刚刚唔会变到韩国厉害下。而我们这个关西电厂离新台电厂大概还有3点多公里，而我们现在目前处在大概330公尺高的台地上，它的通风扩散效果是好的，是好的。新桃正在运转中了，所以说它本来这是在背景资料，所以说我们的模拟出来加成。新桃既有营运之后，还是符合法规的。要求的不是只是背景值而已，因为空气污染它其实有一个很大的特色，它有稀释性。也就是你一排出来，其实它稀释掉以后，那个背景值都是相对很低的。那很低的情况之下，你再单看新的电厂，那当然影响不是那么大。但是如果你是把2个排放量加在一起考量，那个是不一样的，那跟背景值是不一样的东西哦。那只是排放时当时的污染到底有没有超标，但是如果把它加成起来，好，那是不是还是低于，或甚至有没有说还要再降低？我觉得这个可能是在地居民最担心的问题。向前韩国讲，因为天2抽天窗，第3抽没停登来，天然气天窗就开出气体压价嘅，到时节要从苏乡后面上嘅关心人，还会因为从苏撒片下。那为什么他们业者要选在龙潭变电厂旁边盖一个电厂，新桃电厂，又要盖宏观电厂，还有龙潭区的高原电厂？因为就近嘛，就近以后呢，可是你有没有想过，那个电线就跟蜘蛛网一样，如果一个电厂我们能够承受，可是它有第2个高原电厂，第3个宏观电厂，那是不是跟蜘蛛网一样？那产生的不要空气污染也好，水污染也好，会不会对我们人体产生更大的危害？今天有1座、2座，未来会有第3座、第4座，任何人都有机会立即提出申请。重点是环保署在严格的审查要过得了，就是说环保署委员他们的要求跟专业的能力是不容置疑的哈。加成累积对的影响，而且加上今天未来民意的参与，那个可能是相当的挑战。如果这阶段能通得过，那当然就可以盖啊。我们2050年减碳目标是要达到1半，特别是天然气发电，它只是一个过渡性的能源，它不是一个永续能源。因此，我们还是建议政府应该要审慎的去考量发展绿能，甚至是节能，然后去克服这样的一个备用容量率上面的一个落差，而不是一直在新建新的电厂。对，因为将来这些电厂有可能到2050年之后，它的使用率会下降，因为排碳的关系。所以我们的这个应该是要纳入整体考量，而不是以现阶段一直告诉我们民众说，因为缺电，所以我一定要改。我们在这里能够安居乐业，对不对？港铁唔拉，爱配合国家能源政策发展，关心人就会批过苗苗话元素家乡有基础的天窗带来嘅环境问题咩？业者按算爱拿3500万到4000万便利嘅屯前污染费亏金，不过好山好水嘅生活环境系讲速度破坏，但系钱揾嚟到嘅喏。